黃、綠、藍、紫嘅朋友，終於輪到你啦！揀呢4隻色咧，唔代表咧你哋冇愛情，係咧你哋咧相處嘅模式咧寫喺內心需求上邊。唔明呢個訴求嘅話咧，你一直咧都會覺得咧感情咧都係自我消耗，有時咧會將人哋咧嘅陪伴咧誤以為係愛意。有嘅話咧可以留言話俾我知。如果你揀黃色咧，佢對你嘅控制咧多過咧你嘅愛，成日咧都想用自己嘅方式咧去改變你。如果咧你可以做到完全信任咧，你哋咧係可能咧會有結果嘅。但係咧一旦你反抗嘅話咧，矛盾咧隨時就會爆發。如果你揀綠色咧，佢對你咧其實咧係兄弟姊妹之間嘅陪伴，佢咧總係咧覺得喺你最無助嘅時候咧陪住你，聽你傾訴，陪你飲酒。但係咧呢種感情咧其實同愛情咧係冇關係嘅。如果你揀藍色嘅話咧，佢睇落去咧好似冷冰冰，但係實際上咧內心咧係好希望咧可以同你再靠近一啲，只係咧佢習慣咗孤獨，唔識得咧表達溫柔。你需要咧俾多啲咧耐心同埋溫暖，先至可以咧熾熱到佢個心。如果你揀紫色嘅話咧，佢有莫名嘅憂鬱，會令到你咧好心痛。你唔知咧點樣去討好佢，解救佢。但係咧對佢嚟講咧，愛情咧唔係唯一㗎，佢仲有咧好多嘅重要嘅使命咧要去實現。想知道咧點樣咧根據色彩嘅密碼選擇堅持定係及時放手咧？可以咧留言111做一個屋樹人嘅測試，預約我哋1對1嘅諮詢，等我咧幫你咧揾出咧你潛意識問題嘅根源。